黃堅強博士同我哋演講知情行。我哋首先介紹黃堅強博士。博士係香港科技大學嘅人文學系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碩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系學士，曾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哲學文憑導師，現任職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學術興趣咧包括中西哲學啦、道家思想啦、道教文化等。除咗做專業學術研究外咧，黃博士最深於性格形態學。10多年前咧開始接觸9型人格。呢度 MBTI 和 DISC 我唔知係乜嘢，一陣請博士解解。及後成為 MBTI 性格測驗認可執行師。近年咧更在前人嘅基礎上咧取長補短，積極研發一套好新嘅 ACE 叫知情行。性格形態學作為促進個人成長與發展嘅一門學問實用嘅工具。著作有《知情行形勢學》。呢本書究竟對先生同太太嘅相處之道有冇幫助呢？我唔知道。而今呢，我哋不如把握當下，用不知嘅心情同埋興奮嘅心情去迎接黃堅強博士。博士多謝。多謝各位嚇。咁一年伊始，先恭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事事亨通。首先好多謝智道會啦，俾呢個機會我啦，喺呢個咁好嘅環境裏面咧，講下一啲講座。咁呢個講座咧就係一個系列講座嚟嘅。咁就其實係想用頭先吳生介紹開場白嘅時候咧提到咧，我一路都研發緊一個叫做知情行性格形態學。咁我哋簡稱叫知情行啦嚇。咁其實喺呢套學問後邊咧係包含咗儒釋道嘅一啲思想，其實都唔單止儒釋道啊，因為喺我自己讀書嘅歷程裏面咧，我嘅本科係讀 social science 咁跟住先轉去哲學、中西哲學咁一路去嚇。咁喺我讀 social science 嘅時候咧，其實我最大興趣其中一樣嘢都就係讀社會學，就係研究我哋嘅社會形態。即係究竟我哋生活喺而家嘅社會裏面，其實呢個社會結構係點咧？同傳統嘅社會有咩唔同咧？咁樣。咁點解會咁有興趣咧？就係因為我對身邊發生嘅嘢咧，點解係咁發生咧？社會點解會咁多衝突嘅咧？記得我自己我接觸香港呢個社會咧，因為我自己唔係喺香港出世嘅，我喺廣州出世嘅。咁我7歲就嚟香港啦。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我爸爸一帶到我嚟香港咧，就好鬼認真咁同我講一樣嘢，好有趣。佢話嗱，你嚟到香港啊，香港就係同你廣州唔同㗎咁樣。佢又講得好可怕嘅，咁希望即係大家唔好俾佢嚇親。佢話咧喺香港啊，嗱你揸住5蚊，啲細路仔揸住5蚊咧，都隨時會俾人搶㗎咁。咁犀利，即係個意思係嗱，你醒醒定定嚇，唔係好似你喺廣州嗰陣時咧就即係冇所謂啊，即係唔使即係咁 carefree 啊咁嘅意思嚇。咁我當時亦都好快咧，當時有個訊息啦嚇。我暫時開場白都可能講一啲少少負面嘅，但係我跟住會一路講啲正面嘅嚇。咁跟住好快我有個訊息，真係唔係幾好㗎。香港人情紙咁薄喺嗰個年代嚇，咁大概係70、80年代。咁呢啲訊息咧一路影響緊我個腦袋啦，以至我當時我中學嘅時候搞好多公民教育啦，參加公民教育啦，又見到好多即係社會嘅爭論啊咁樣。咁一路帶到我一個好深刻嘅興趣就係我好想研究究竟我哋而家社會形態究竟係呢種咩形態嚟嘅咧？點解會令到眼前嘅嘢會係咁發生嘅咧？咁樣嚇。咁亦都係因為呢個研究興趣咧，就造成咗今日第一講嘅主題啦，就係講現代社會嚇。現代社會係一個咩形態咧？咁我點解要特別由呢個題目開始，然之後帶入去儒釋道咧？跟住3講就係儒釋道啦，你見到嚇。點解咧？就係我成日話，當我哋進入儒釋道咧，大家我估即係呢度由於係智道會咧，智道會主要係推廣
佛家思想啦、佛家嘅文化啦嚇。咁喺我以前嘅讀書嘅經歷裏面，我就亦都接觸過儒家，後尾對道家思想好有興趣嚇。咁喺呢啲訓練裏面咧，就係、我自己好欣賞儒釋道嘅思想，就係因為佢係一個促進個人成長提升個人嘅素質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種文化嘅內涵喺裏面。咁但係當我哋去追求個人成長嘅時候咧，我哋除咗對我哋內在嘅特質需要認識之外，其實你估需唔需要我哋都要認識外在環境嘅特質㗎？都需要㗎嗬。因為點解儒釋道成日都講俾你聽嘛？喂，你修行啊，唔係淨係修自己㗎嘛，你仲需要入世㗎嘛，係嘛？大乘佛教成日要推啲人，喂，你唔好自了漢喎，你要入世去修喎，入世去修就點啊？你要進入現實世界裡面嗰種情景，同我哋交往，而喺呢種交往裡面去將佛法裡面嘅特質用到出嚟。所以我又好榮幸，我覺得教育會邀請參加般若行嘅群組啦。般若行，般若係智慧，但係呢個智慧最後要導向行嘅。咁呢個行喺邊度行啊？一定喺一個 social context 裏面去行，係咪？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如果我哋對於一個環境啊，一個社會裏邊，我哋越能夠掌握佢嘅特質，咁佢哋進行實踐嘅時候，係咪應該帶嚟一種比例？無論呢個環境。亦都咁啦，人同環境一樣嘅，所以人和社會咧，通常喺大學裏面經常即係一個大 topic 嚟嘅，人和社會得唔得？個人與社會啊，咁如果擺喺我哋 context，喂，當我哋進入世修行嘅時候，我哋對儒釋道有向往啦，但係當我哋進入滾滾紅塵嘅時候，點樣自處咧？點樣 deal with 嗰種狀態咧？咁樣，咁所以咧早期我自己對於社會學嘅興趣，到後來對儒釋道興趣咧。咁啱就係互補，即係話我又對社會環境我有一定嘅掌握。呢個掌握其實都幾重要喎。等於一個社會，無論係一個社會定係個人性格啦嚇，知定行講性格啊嘛，係咪？其實都有 upside 同 downside 嘅，大家接唔接受啊？一定有啊，係嘛？唔會淨係有 upside 冇 downside，或者淨係有 downside 冇 upside。咁如果你恰如其分掌握到佢 upside downside 嘅時候咧？其實喺你個人實踐裏面係非常，即係你知道嗰個方寸點樣，你落手點知道喺邊度落手？個用力點喺邊度用力，得唔得？因為我講性格形態學，我亦都講 upside downside。社會形態你一樣睇到個 upside downside。咁你睇到兩樣嘢嘅時候，你就好知道自己嘅立足點啦，擺喺邊度喺個社會。好，喺個社會嘅立足點喺邊度？同時，如果你要進行一啲宗教式嘅實踐道德嘅實踐都好，咁你又知道你應該喺面對呢個社會問題喺邊度啦，個症結喺邊度啦？你點樣去知病，然之後先知藥啊嘛？係嘛？如果你唔知呢個社會個病喺邊度，你嗰個實踐對唔對準個位先？係嘛？所以呢個題目咧，某個意思咧，就係同我哋嘅現代社會去把脈，要把佢個病出嚟，得唔得？因為呢個題目就係講咗兩個重大個病，我哋現代社會嘅呢種形態。呢種形態咧，其中一樣嘢就係成日你會見到一種現象，好難令人體驗到幸福呢樣嘢。甚至現代人咧會遺忘成長。當然啦，即係成個標題嘅 subject 係講緊現代人，其實更多係講緊現代社會。個社會嘅呢種形態，現代社會，我哋係生活喺現代社會裏面嘅現代人。點解會出現呢種現象咧？其實係由個社會嘅某種形態造成嘅。咁又個人需唔需要負責啊？個人需要負責，個人需要負責部分我哋擺喺儒釋道嗰度講，得唔得？我而家先講環境嘅結構點樣影響咗人先。我成日話咧，人咧有好大程度係一種環境的動物，大家接唔接受啊？係啊，肯定啦。我哋受嘅教育系統。預先有人 set 咗俾你，咁你咪跟呢個教育系統一路去學你嘅嘢咯，係嘛 ？OK， 當你一出世已經出世喺某種嘅文化嘅脈絡裏面，社會環境，咁你咪開始配合呢種社會環境去生活咯，啱唔啱啊？咁喺某個程度裏面咧，某個意義之下咧，人係呢種環境上高苦苦掙扎嘅動物，希望冇咁痛苦啦嚇。即係越來越艱難，我成日覺得有陣時個社會嚇，唔好意思。
咁但係咧，人有另一個身份，人唔係僅僅俾呢個環境制約嘅，仲有一個身份係咩咧？我就話一個意義的存在。你可以揀你嘅生活意義，你生命嘅立足點，你嘅價值觀。嗱喺呢一點嚟講咧，人就係一個好自由自主嘅部分啊！人作為環境動物，你永遠要配合。我哋就話啦，呢個社會有 rules and regulations 嘛，呢個社會又有佢嘅規範噶嘛。我哋都要跟翻呢啲 rules and regulations 規範去生活啦，係嘛？做得好做得唔好，呢個社會有一定嘅指標噶嘛，需要你跟從噶嘛，需要去量度你噶嘛。OK， 咁但係人能夠自主嘅另一部分咧就係、我可以賦予我自己嘅生命嘅意義。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講儒釋道嗰度慢慢打開佢，一步一步打開嗰部分，得唔得？咁於是呢五講咧你就見到其實有一個結構啊。呢一講就係講緊環境嘅特質，得唔得？我哋先理解我哋而家現代社會就係一種已經設定咗俾你嘅環境特質，其實佢點影響緊我哋先？然之後後邊嗰三講咧就係、雖然有個咁嘅環境，我可以點樣自主地活出我人生嗰條路，得唔得？咁樣人同環境能夠充分掌握啦，嗰個實踐就會有力啦。明白嗰個構造係點啊？呢五講，咁到第五講咧就有趣啦。修行的難與易，其實係一個總結嚟嘅，就俾大家吐下苦水，亦都係交流下心得，得唔得？因為我相信在座嚟得參與嘅朋友咧，都係有心人嚟㗎。喺呢啲課題裏面，一定有一定嘅經歷，經歷過起與跌，開始有自己心得。咁好唔好？我先一拋磚引玉啦，先俾四講，起動下大家嘅神經先。五講咧就匯聚大家嘅智慧啦，得唔得？咁成個五講咧，其實就係一個 package 嚟㗎，你睇到好嘛？咁但係唔緊要嘅，你邊一講能夠參與都歡迎嘅。喺每一講應該都能夠帶動到一啲思考嘅，好冇？咁就因為今日講座都我準備嘢都好多，我唔知我講唔講晒，我盡量快少少。咁我先講好先，我開頭會先講現代社會嘅一種情景啦，佢嘅特質喺邊度啦？跟住我會引入少少知情行嘅概念嘅。因為知情行嘅概念係幫我哋更好地捕捉呢種現代社會嘅特質嘅，用一套簡嘅語言。咁中間會牽涉少少性格形態嘅説明，因為一定要通過性格形態先容易講嘅。咁我亦唔介意邀請大家參加我一個好簡單嘅性格測試。個結果你唔需要話俾人知，你自己知得啦。因為呢一個部分係幫助我再講下半 part。我成個講座分咗兩 part，中間有個 break 嘅。OK， 咁咁就兩 part，咁我盡快係希望可以好完整講晒今日想講嘅嘢，好嘛？咁大家希望冇阻住你睇 PowerPoint 嘛？咁我開始好嘛？可唔可以前面嘅燈熄一熄佢啊？因為會影響個視線。好，現代社會形態，先由大家 free flow 下先。好簡單啫，未進入我哋嗰啲好專業嘅説明，嗰啲好 technical 嘅説明之前咧。先講下，你覺得現代社會有咩特質㗎？其實講緊啲核心價值嘅啫。現代社會有啲咩核心價值啊？你講唔講中？我準備咗嗰扎嘢先，淨係前面都得㗎啦，淨係熄前面嘅燈都得。嗱，OK，熄到呢個位，熄到呢個位，熄到呢個位。好，有啲咩核心價值啊？你哋講啊。法治啊。法治好，應該中嘅，法治中，好。民主。民主中。自由。自由，自由中啦。呢個咩？自由。呢個自由，呢個自由。自由、人權係嘛？人權揸住個火棒啊嘛。好，仲有咧？民主有啊。好，仲有咧？講唔講到先？差唔多啦。公平啊嗱，公平冇講啊，大家係嘛？呢啲核心價值啊，係咪？agree 嗬，大家同意嗬？喂 ，GDP 係咪核心價值啊？大家冇睇。喂，經濟成就都係現代社會。我想問下，如果一個現代社會啊，除咗香港就好多啦，巴黎啊、紐約啊，咁如果嗰個叫做現代社會，但係都啲經濟都搞唔掂嘅，你想唔想去多住先？好似唔係好想啊！嗱，大家數數下，冇數到呢度啊，真係。OK， 好，仲有一個好得意嘅特質叫個人主義。大家點理解個人主義啊？聽得明啊？個人主義呢個都聽過嗬。現代社會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特質就係佢好標榜個人主義嘅，甚至係咩咧？
原來呢啲咁樣嘅核心價值，全部係圍繞住個人主義發展出嚟嘅喎。你話咁緊要？嗱，先講下個人主義係點樣發展出嚟好嘛？因為其實佢差唔多係我哋而家嘅所謂現代社會裏面一個好核心嘅一個部分嚟嘅。好，先講早期先。早期就係原來個人主義咧 ，individualism 咧，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嘅啟蒙運動呢個時期㗎。咁你見到喺呢個時期咧，見到啲乜嘢？好多大師啦，係嘛？最勁嗰個叫達文西啦。達文西有7種 talent 嘛，好似有本書講過6種定7種啊。同時佢有6、7種 talent 喎，畫畫又得，科學又得，科技又得，數學又得，哇！即係佢嗰種天才咧，唔係一方面係多方面嘅，得唔得？咁喺文藝復興嘅啟蒙運動，你見到好多大師啊，米高安哲羅啊，各個方面嘅大師都出現，係咪？好啦，仲有你發覺咧喺呢段時期咧，佢哋嘅塑像咧，好中意描畫人嘅身體喎，係咪啊？甚至咧將人嘅身體咧即係作一啲幾何式嘅研究，就覺得佢啲比例係一個好靚嘅一個比例。點解呢個時期會咁強調人嘅身體，又同時你見到好多好有才華嘅人嘅？原來呢個時期咧，亦都係個人主義冒升嘅時候。咁喺呢個時期冒升嘅個人主義咧，其實係點解咁標榜個人主義咧？其實同呢個時期之前嘅中世紀神權時代有關。因為神權時代係點嘅咧？就係人要通過聖經去理解佢自己嘅位置、佢嘅身份、佢嘅價值，得唔得？人冇獨立地位嘅 ，OK？ 但係去到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咧，就調翻轉啦，開始個人嘅意識出現啦。點解個人嘅意識出現咧？就係因為佢發覺咧，我哋個人嘅價值唔應該通過聖經去揾翻出嚟。咁更何況咧，嗱，你知道嗰一段歷史又所謂醜陋咗少少嘅，因為呢個同教廷本身都好腐化有關啦，係嘛？咁我哋開始重新醒覺啦，就係，點解我哋唔重新去睇翻個人自己嘅價值啊 ？OK， 咁亦都好有趣地嗰個時期裏面咧，亦都突然間一批好有天才嘅人物都喺嗰段時間出現。OK， 咁佢哋咧係推展咗文藝啊、科學啊、哲學各方面嘅發展。咁於是佢重新諗啦，就係我哋唔好再從聖經去揾我哋自己嘅位置，同埋嗰陣時你知聖經咧即係首先就係講人有原罪噶嘛。咁終其一生咧就係點樣洗脫自己嘅洗底啊，即係喺佢宗教嘅呢個邏輯裏邊。但係當時嘅人佢覺得，我哋唔應該咁樣去睇，我哋重新去捕捉翻個人嘅價值喺邊度。咁佢哋其中一個試點咧就係重新去睇翻個人。好，睇個人嘅時候由邊一點入手？先由人嘅身體入手。點解要人嘅身體入手啊？點解要歌頌人嘅身體嘅美啊？就係因為聖經本身咧就好戰視人嘅身體噶嘛。因為身體係慾望嘅來源嚟噶嘛。佢被作為一個反動咯。所以成個你發覺呢個時期嘅藝術品咧，佢哋成個眼光係重新去提升翻個人由身體到內在特質。咁所以咧，個人主義喺嗰個時期啊，係屬於一個好有解放力量嘅一個思想嚟嘅，得唔得？咁而嗰陣時就係出咗好多好有社會責任啊，推動社會改革嘅個人啦。咁帶嚟咗後來啟蒙運動，一路延伸到啟蒙運動，就構成咗我哋今天嘅社會嘅模樣啦。今天我哋現代社會裏面好多價值，其實係嚟自於呢一個時期嘅人嘅反省得嚟。OK， 好，咁到今天啦，嗱，我哋講個人主義發展到今日啦，嗱，一路承繼落嚟嘅喎，你發覺頭先我哋咪講咗好多啲價值嘅，呢幾個價值嘅，人權啦、民主啦、法治啦，係咪啊？公平啦，其實你發覺其實都係由之前啟蒙運動咁樣一路發展到而家嘅喎。即係所以我哋成日話咧，我哋今天現代社會咧，雖然我哋係中國人，但係生活緊喺西方嘅文化同埋價值裏面咯，係嘛？大家好察覺我。好，但係今天嘅個人主義係點㗎？首先，呢個個人主義咧喺啟蒙運動其實係一個好進步。佢強調係乜嘢咧？就係嗰個時代嘅個人係一個作為社會承擔者同埋改革者嘅角色出現喺社會嘅舞台。所以佢哋出現嘅嗰陣時期嘅個人咧，全部係獨當一面嘅，各有魅力嘅，各有貢獻。
好，但係今天我哋見到嘅個人主義又係一種咩個人主義咧？首先，成個社會嘅場景變化咗，最大嘅變化就係咩咧？當時啟蒙運動同埋文藝復興咧，正正係所謂新舊社會同新社會對西方人嚟講，舊社會到新社會嘅轉折，所以每一個人咧係一個好重要嘅發揮一個作用。但係今天發展到今天啦，我哋再唔係咩舊社會新社會嗰個交替喎，我哋喺一個咩場景背景之下講個人主義啊？頭先出咗貓俾大家睇，就係市場經濟，得唔得？急！好，咁今天嘅個人主義咧，你要見到嘅個人主義咧，就再唔係文藝復興啊、啟蒙運動嗰種個人主義啦。雖然嗰陣時嘅價值已經被建制化咗啦。真啊，變成我哋社會嘅核心價值，跟住建制化咗。但係咧，我哋今日所見到嘅個人主義咧，就個場景唔同咗，就係一個市場經濟作為一個背景嘅個人主義。咁喺呢個個人主義喺呢個市場經濟作為背景之下嘅個人主義，有咩唔同啊？就有好大分別啦。嗰個最大分別咧，我用一個簡單嘅概念去代表佢。就係叫契約關係。咩叫契約關係咧？嗱，我哋先睇下喺個人主義裏面咧，我哋講緊個人係一個點樣嘅個人啊？嗱，我而家描述嘅呢種社會形態，呢種狀況之下形態咧，嗱請大家留意一點嚇，我講嘅係呢種形態之下，佢會引申嘅一種現象。嘅一種個人嘅特質，你未必有呢種特質，你亦都未必同意呢種特質，明唔明啊？唔緊要，不過個社會就會令到呢種特質相對普遍出現喺呢種社會裏邊，因為個形態係咁啊，形態形成一個人。好，喺呢個市場經濟之下嘅個人係點樣嘅狀況咧？嗱，你發現喎，我哋嘅法治，我哋嘅人權，其實保護緊啲咩咧？保護緊個人權益，啱嘛？個人嘅乜嘢權益啊？個人嘅咩權益啊？個人嘅人身啊、財產啊嘅權利咯，係咪啊？即係財產係私有啦，你嘅身體你受到保護啦，你嘅行動受到保護啦，你嘅言論受到保護啦。我哋所有保護乜？保護乜？全部係保護緊個人嘅權利，係咪？咁呢個保護呢紮咁嘅權利咧，對於一個市場經濟好重要㗎。因為點解啊？對於市場經濟咧，每一個進行交易嘅人咧，你係 suppose 每一個人都有最高度嘅自由進出呢個市場一買一賣，係嘛 ？OK， 所以市場經濟咧同自由咧又係一個好密切嘅關係。不過個情況就出現啦，就係當市場經濟作為一個普遍嘅社會背景喺現代社會。喺呢度個人咧，佢開始諗緊嘅，仲係咪好似啟蒙運動當時嘅個人去諗我嘅責任啦，我嘅社會責任啦，我點樣充分展現我嘅才華啦，我點樣為咗社會嘅未來去考慮啦？而家喺市場經濟裏面嘅個人會唔會咁樣諗嘢㗎？會唔會再係咁樣諗嘢啊？唔係喎，會諗啲乜嘢啊？會諗乜嘢啊？個人利益 ，OK， 好 exactly。市場經濟之下嘅個人，首先諗嘅係個人利益，而成個社會保障嘅，亦都係保障緊個人利益，係嘛？咁至於你話，可能咁喎，個別嘅人就話：喂，我唔係喎，大佬。雖然我都支持一個社會去保障個人嘅利益，但係對於我呢個人，我會諗更多嘅嘢嘅喎，得唔得？譬如智道會嘅董事就係：喂，我都會想喺呢個社會嘅情景裏面推動下佛法啦。我都唔係為一個人利益啫，係咪？又冇錢收嘅，調翻轉有時貼翻錢先，啱嘛？可能與會嘅唔同嘅人喺唔同嘅範圍都做緊一啲即係 contribution， 呢啲 contribution 都唔係同利益有關啊，或者有陣時真係要貼埋錢。好嗱，呢啲全部你個人選擇，冇問題嘅。不過社會唔阻礙你，但係亦都唔鼓勵你，明唔明啊？個社會嘅構造啊，
又唔阻礙你，但係亦唔鼓勵你。佢只係做一樣嘢啫。成個社會制度，成個點制就係佢只係做一樣嘢，保護個人利益。所以除非你嘅個人利益受到侵犯，如果唔係，你唔好揾政府幫你搞嘢，你唔好上法庭，法庭唔受理，得唔得 ？OK。於是喺呢種社會環境嘅設定之下，個人咧，佢唔係鼓勵你要做一啲乜嘢積極有意義嘅嘢，只係做最少嘅嘢，就係保障你嘅利益，係咁多啦。OK。甚至喺呢種結構之下咧，人同人嘅關係咧，就會慢慢會以邊種形式出現咧？就係契約啊！一買係咪契約關係啊？係啊！咁呢種契約關係咧，就係滲透到好多階層都係嘅。咁但係你話唔係喎，我同人嘅關係唔係建基於嗱契約後邊其實係利益交換啦，得唔得？利益交換。咁你話又話唔係喎？喂，我平日對人我唔係成日諗利益㗎。嗱個社會又係咁講，你唔係淨係諗利益，你諗更多有意義嘅，唔緊要。呢個政府唔阻礙你，個社會唔阻礙你，但係亦都唔鼓勵你，得唔得 ？OK。不過如果佢只係做一樣嘢，只要你同人嘅關係涉及利益，而你又發覺你嘅利益受到侵損，呢個社會先至會出手幫你，得唔得？好，咁即係話咧，你會發覺喺一個市場經濟為主導嘅社會咧，其實佢唔負責傳送承傳任何文化內涵㗎，佢唔負責做一啲推廣某些文化意識㗎，佢都唔敢做。因為點解？你推廣乜嘢文化咩價值先？你推廣佛教嘅話，道教鬧鬼你，係咪啊？你諗下嗰啲分嗰啲公眾假期，分俾佛教有佛教嘅慶祝嗰個公眾假期，咁點解道教冇？跟住儒教又冇嘅，我話分餅就分唔勻嘅，成日都係咁嘅。所以喺現代社會，你成日會見到一樣嘢，政府為主導嘅呢種社會機制咧。佢唔特別鼓勵你採取一種咩價值觀，亦都唔suppose 唔會特別去主動推動任何文化建設。呢個講到最低嗰個層面先，咁當然係咪完全一啲唔做咁都唔係。OK。咁但係當個社會以一種市場經濟為 background， 而個人只不過係考慮個人利益，而社會做嘅嘢亦都係為咗保障個人利益而作為一種基本運作嘅時候。咁你會見到一個咩現象咧？喺呢一個社會之下，人嘅關係咪越嚟越趨向契約關係咯。尤其是當我哋嘅由生活由我哋家庭教育到學校教育，一路冇特別灌輸一啲文化意識、價值觀，一路冇做過呢樣嘢，你就發覺嗰個細路仔好自然就跟住呢個社會進入嗰種市場經濟嘅思維模式咯。好自然，佢對人嘅諗法都係契約式嘅諗法，啱唔啱啊？好自然嘅啫喎。好，咁因為咁自然嘅時候咧，我哋去再深入探討下呢一種關係其實嘅特質係咩咧？契約關係嘅特質係咩咧？佢會走出一種人同人乜嘢關係咧？講一下呢個博弈論啦。我用咗博弈論裏面嘅 case， 大家知道博弈論咧就係一個攞過諾貝爾獎嘅阿 Nash， 一個數學家嚇。咁用博弈論咧就同另外一個 partner 咧就係攞咗諾貝爾獎嘅。咁博弈論咧就講一個咁嘅情景嚇，咁大家一齊參與好唔好啊？可能有啲朋友聽過，有啲朋友未聽過，唔緊要，一齊去睇睇呢個狀況。係一種咩狀況，好嗎？佢叫囚徒困境，嗱，嗰個名就唔重要啦，英文叫 Prisoner's Dilemma。OK， 咁佢只不過一個 situation， 你點樣去 make choice 啫？你點樣去選擇啫？好冇？咁個背景咧又真係衰衰地嘅，佢係講咩咧？兩個人夾份去打劫，夾份去打劫，咁打劫之後咧就俾人捉鬼咗兩個都。咁警方就會點咧？就將你分開咗啦嚇，咁逐個盤問㗎啦，係咪？咁盤問就會點咧？
問下 A， 嗱你招唔招供？你招供嗱，你招供係咪自然你就會供出對方都係聯盟啊 ？OK， 咁樣好。如果佢咁樣盤問你，你係招供，一係沉默嘅啫，啱唔啱啊？即係沉默，即係唔認啦，乜都唔講，乜都唔講出嚟。OK， 咁但係你又會預計到喎，同一個招數都會對你個 partner 嘅喎，但係你唔知你 partner 點應嘅喎，係嘛？你 partner 佢會招供啦，定係佢保持沉默咧？你唔知，你哋冇溝通嘅，佢分開咗你，得唔得？咁你就會諗啦，如果我揀招供，如果我揀招供啦，咁用個衰啲嘅名叫背叛啦，即係背叛對方啦。原本一齊打劫嗰嘛，講好咗有咩叫有福同享，有禍同當㗎嘛。咁嚟到呢一刻，咦唔係喎，我招供我有着數，即係我招供我做到污點證人㗎啦，係咪？咁最後有咩事我會減刑啊嘛，對方孭晒㗎嘛，係咪咁啊 ？OK， 咁你又諗啦，嗱我可以揀招供，我可以揀沉默。OK， 沉默就乜都唔講，就維持翻你同你個 partner 嘅默契。咁個結果會點嘅咧？咁你就諗啦，對方招唔招供咧？如果你招供，對方招供，好，大家坐10年，記唔記得？大家坐10年喎，個結果會，如果我招供，對方沉默，咁又點啊？阿警方話我做咗污點證人，咁入到佢罪，咁佢咪孭晒咯？佢坐15年，記唔記得？記唔記得？見到啊？好，調翻轉，如果我沉默，我合作，我堅持同我嗰個死黨坐埋一條船，好死啦！我當佢係朋友，佢當我係咩？佢出賣咗我，佢招供，咁咪我孭晒咯？見唔見啊？我就15年啦，佢就唔使坐啊。咁仲有一種情況就係咩咧？我又唔招供，維持嗰個默契，佢又唔招供，維持個默契。咁結果有啲罪，警方即係最勁嗰個罪名入你唔到啦，咁咪入啲次啲嘅罪名啦，咁咪大家坐1年咯，得唔得？好，大家知唔知道嗰個 situation 點啊？就係你要估下呢一刻，你招供好啊，定係唔招供好啦？嗱，你要諗喎，你唔單止諗你自己招唔招供啊，你仲要諗對方會點喎，啱唔啱啊？博弈論之博弈論咧就話，喂，原來我哋每一個 situation 咧，你唔係淨係諗你自己帶嚟咩結果，因為呢個結果係互相構成嘅最終個結果，你仲要諗埋對方點出招喎。OK， 咁其實呢個遊戲咧可以喺網上都玩㗎，俾你撳無限次咁啊睇。OK， 好，根據 Nash 嘅講法咧，佢話一般人會點諗㗎？一般人會點諗㗎？俾你會點諗啊？你會點諗啊？你點諗？你點思考呢樣嘢先？好，嗱，好簡單，你會為自己諗最好嘅結果啊，定係會為最差嘅結果去考慮？你考慮邊一點嘅？一係考慮最好嘅結果，對自己嚟講最好嘅結果；一係考慮自己最差嘅結果。通常會點諗㗎？人先諗最差嘅結果，然之後嘗試防範最差嘅結果出現，係咪？OK， 好，嗱，阿 Lash 話係啦，一般人係咁諗嘢嘅。一般人唔會諗最好結果，因為最好結果通常風險好大㗎嘛，得唔得？係咪啊？最好結果通常風險最大㗎嘛，咁所以咧，大家通常唔會揀沉默嗰個嘅，因為呢一個咧雖然好起上嚟都係1年啫，坐1年啫，但係衰起上嚟就會點啊？我坐晒15年喎，啱唔啱啊？所以通常一般人都唔會揀呢一個嘅，所以寧願揀招供。好，你諗，對方係咪都咁諗啊？咁結果咧，佢就話4個可能性咧，呢個係最大機會出現嘅，得唔得？大家都坐10年，大家坐10年。好，
嗱，呢個叫 Prisoner Style， 但係咧佢就話咧，如果呢個遊戲玩得多，一路玩落去，佢話好有趣嘅喎。如果你玩得多，你開始對對方嘅出牌嘅方式熟悉，同埋慢慢你信對方嘅話咧，你估有冇機會走嚟呢個 payoff 咧？大家有冇得見？係有嘅，但係呢個遊戲需要玩好耐先會出到呢個結果。通常你玩一次玩兩次咧，對唔住，通常都係呢個結果。得唔得 ？OK， 好嗱，呢個 Prisoner's Dilemma 咧，其實顯示咗呢種咩現象咧？我哋睇睇囚徒困境嘅特點啊。點解我哋會通常出到呢個結果嚇？點解？佢個困境呢個特點有咩特點啊？第一，互不溝通，係嘛？make sense，隔開咗你哋唔可以傾偈嘅。第二，互相猜疑啊，唔係不信任啊 ，sorry， 互相不信任。唔單止唔溝通啦，其實係唔信任，冇得傾，你冇得傾偈，冇得傾偈同時咧，你係猜想對方，佢都唔會即係唔會好死啊，得唔得？估計係呢種 situation，OK， OK， OK， 嗱信任猜疑係兩種狀況嚟嘅，兩種狀況。我哋講後邊嗰種狀況先啊。第三種咧就係叫零和遊戲。好，大家知唔知咩叫零和遊戲先？零和遊戲個意思就係有人輸就一定有人贏，贏嗰個就建基於輸，贏嗰個贏幾多就建基於輸嗰個輸幾多，即係等於4個人打麻雀，係咪有贏有輸啊？贏嘅錢同輸嘅錢加埋就啱等於零嘅，明唔明？叫零和遊戲。好，同樣啦，零和遊戲喺一個處境裏面咧就係話點咧？如果有人贏，有人坐少咗監，就一定有人會坐多咗監㗎，啱唔啱？好，第三點，我哋唔好睇前面共贏信任嗰度先啦，我哋睇後邊零和遊戲。其實後邊衍生嘅現象即係咩意思啊？好，即係等於我哋突然間發生咗一件事，一係衰你嘅，一係衰我嘅，咁邊樣對你嚟講好啲啊？衰你梗係好過衰我啦。如果發生有一件事，一係我好咗，一係你好咗，咁俾你揀，你想你好咗定我好咗？梗係我好咗啦，因為呢個市場經濟裏面嘅通行嘅人性。嗱，你記住我哋而家喺市場經濟嘅背景之下講呢種 situation， 得唔得？好，所以如果喺互不溝通、猜疑、而且係零和遊戲作為一個設定嘅話，人一定會嘅行為會走向呢種狀況㗎，係咪啊？係咪啊？佢一定先諗點樣同人嘅關係，我 play safe 先。我唔係諗我可以同佢做得有幾好 ，achieve 到有幾大嘅成績。我首先諗乜嘢？諗乜嘢？唔好俾佢線先，係咪啊？你諗下呢一種 mentality 喺現代社會裏面，喺個人主義裏面，以個人利益為前提嘅狀況，呢種 mentality 係好common。啱啊？點解？嗱，有陣時你未必想咁，但係你唔知對方係咪咁。好，久而久之，大家就會成日會進入呢種狀態咯。個結果係咪啊？好，其實互不溝通、猜疑、零和遊戲，似唔似我哋市場經濟裏面經常見到嘅現象啊？似唔似啊？似啊，係咪啊？但係其實呢個遊戲咧，唔係淨係咁玩嘅，可以有更好嘅 payoff 㗎。咁個 payoff 係呢一個嚟㗎嘛？你見到係咪啊？記唔記得？呢個係4個 payoff 裏面咧，4個結果裏面對呢兩個人都係好嘅。但係要走到嚟呢個位，要靠乜嘢？靠乜嘢？嗱，逐個 break 啦，3點全部 break 晒佢啫嘛。由互不溝通變成溝通啦，由互相猜疑變成互相信任啦，跟住個遊戲先會出現共贏㗎。係咪啊？但係
要做到呢種狀態容唔容易啊？個社會冇幫你進入呢種狀態，但係現代社會嘅建構一直將呢個人啊拉入前者嘅狀態。你諗下係咪？係嘛？即係你成日諗下有陣時，喂，我唔想幫人，我唔係唔想做好心，但係點解我幫完人仲要俾人反咬嘅？係嘛？成日都遇到呢種現象喺日常生活，點解仲要俾人唱翻轉頭嘅？如果你上到大陸仲恐怖啦，嗰個現象係嘛？即係有咩交通意外，跟住你去救急扶危，結果咧救好嗰個俾你救嗰個人咧反告你，哦原來撞佢嗰個係你。因為點解咧？真係撞佢嗰個洗油咗啊嘛！佢要揾人津貼佢啲醫藥費，咁唯有賴你咯，係咪？咁啊當然啦，呢種好可怕現象啦，一個社會已經扭曲到可怕現象。咁但係喺我哋一般市場經濟裏面，係一個建基於零和遊戲，係嘛？你有就我冇。既然係一種零和遊戲裏面，一定爭奪係成為一種 competition， 係成為一個主題。而喺呢個主題裏面，喂，我會唔會講咁多我自己條件俾你聽啊？我會唔會先由信任開始㗎？唔會。個社會個遊戲規則 set 定咗，而人，我頭先一開始，人好大程度係環境的動物。我成日話，與會者你未必係用呢種心態生活，不過個社會裏面，當呢個遊戲係咁樣一發動嘅時候，好多人不知不覺就進入呢種狀態啦嘛，啱唔啱？好，而家問題就話，我哋有冇辦法衝破呢個狀態先，扭轉呢種狀況先？所以咧，你見到咧，其實囚徒困境裏面有兩種處境，見唔見到啊？喺一邊咧就係唔溝通，以唔溝通為主，我唔會俾你知我睇牌嘅，我唔會俾你知我拎住有幾多條件嘅，係咪？咁咪差異咯，跟住就離譜咯。好，最後其實係基於咩？治理。但係囚徒困境仲有另外一邊噶嘛，就係溝通、信任、共贏，最後治理利他嘛，係咪啊？好，個社會冇話俾你聽，原來你可以咁玩。個社會淨係即係你一參與，你發覺咦，淨係咁玩嘅，可唔可以咁玩嘅咧？我哋假設成個社會制度，我哋冇辦法推行佢啦，即係我哋已經告別咗革命的時代啊！我哋唔係以前馬克思主義要搞革命，唔係要做嗰啲嘢。咁喺現存嘅呢種社會制度裏面，嗱，我今日講緊嘅市場經濟就當然某意思係放大咗負面嗰邊嚇。市場經濟都有佢好好嘅一面嘅，得唔得？其實咧喺我哋第五講咧，我哋就嗱，其實咧我五講咧其實係一個 loop 嚟嘅。我先由現代社會唔好嘅一邊講起先。呢個唔好就逼現咗我哋儒釋道點樣去補足呢個唔好。因為點解咧？如果喺現代社會裏面你冇通過某種比較高級嘅文化洗禮咧，你好自然你嘅人生就走入呢種軌跡㗎啦，係咪啊？咁於是咧我就會講儒釋道點樣補充翻呢個缺口。補充翻呢個缺口，我哋係咪又要翻到現代社會去實踐啦？我哋頭先咁講㗎嘛。我哋原來咧，如果我哋有咗文化意識咧，你會發覺現代社會咧，反而係造成咗你一個高嘅文化意識嘅實踐。聽唔聽明啊？但係嗱，你諗下咯，如果你完全冇咗文化意識嘅呢個特質嘅時候咧，你一定跌咗落呢個現代社會嘅 downside嘅。但係當你有咗文化意識咧，你係可以用翻呢個社會嘅 upside 嘅。所以大家唔好氣餒啊！我一開始咁樣談呢個社會嘅時候。其實兜完一個圈咧，其實係一個我哋所有嘢冇變過，不過你有一個更深刻嘅體會同埋洞察啫，好嗎？好，開始回答呢個問題咯，好嗎？有咗頭先嗰個討論，咁點解現代人咁難以體驗幸福嘅咧？好啦，我想問啦，我哋都講咗好明白啦，現代社會裏面講緊個人係自理的個人嚟㗎嘛。唔係文藝復興嗰段時間嗰個人喎，嗱你留意喎，因為成個社會機制係保護一個自理個人。嗱留意喺英文裏面咧，佢哋揀呢個字眼咧叫 self-interested 咧，係好點講咧？係好特別嘅。
佢唔係話你 selfish，係 self-interest 啫，得唔得？係有唔同嘅。自利唔等於自私，好冇？自利嘅意思就係我為個人利益去設想同埋努力啫。言下之意，我冇責任為他人嘅利益去設想同埋努力。喂，我咁樣唔等於自私啊？啱唔啱啊？自私係意味住咩啊？我佔取一啲唔屬於我嘅利益嘛，咁先係叫自私嘛，得唔得？好 ，OK， 好，現代咁因為喺現代社會裏面設定嗰個遊戲嗰個設定咧，就係令到啲人係唔溝通嘅，彼此差異嘅，同埋另外處境嘅。咁佢哋點樣去經歷快樂同幸福？先講快樂先啦。咁通常喺呢種社會裏面，啲人經歷嘅通常快樂定係幸福㗎？或者我哋更加應該問就係快樂同幸福有咩分別啊？我想講幸福咁快睇呢啲快樂點好，我想問啊，喺呢種社會狀態之下嘅個人，佢哋通常經驗唔到快樂定係經驗到幸福㗎？通常佢哋講嘅都係快樂㗎，係嘛？快樂同幸福有咩分別啫？其實冇乜分別嘅，對現代人。有冇分別㗎？其實快樂同幸福有㗎係咪？啊，講下先，講下有啲咩分別先，可唔可以講下？點啊多講，有咩分別啊？你講緊手上珠嗰啲有幾好食啫？唔緊要，一陣食多啲嘅，表層啲嘅，好深層啲，表層啲，好，再咧，再講下，再講下。唔知道自己點快樂就正確。唔係，你知道自己點快樂就。知道自己點解快樂，你覺得好幸福。OK， 揾到自己快樂嘅泉源就會更加幸福。更加啫喎。OK， 有冇質上嗰個分別㗎？咁快樂同幸福，你呢個講法好似冇乜質上嗰個分別喎。少少啦，少少嘅 OK， 好。講下質上嗰個分別係咩？知足快樂。OK， 你有豬。你試過有錢未先？你唔好估人喎。嗱，即係你如果試過有錢，但係你唔快樂，你話俾我聽好唔好？你唔可以講人哋㗎，我覺得唔公平㗎呢樣嘢。OK， 好，唔緊要，講你自己理解。OK， 你用知足嘅角度去講，咁知足係幸福定係快樂先？但係又講唔到兩者分別，我而家想揾到兩者分別先，兩者區別。短暫嘅快樂就唔幸福啦。啊，唔緊要。明白，明白。係，明白。嗱咁樣嘅，我呢個講者咧就好貼心嘅成個講座，我有一個後設討論嘅，得唔得？咁啊，如果你哋唔介意就可以，我一陣間寫低個 WhatsApp number，你話啊，我想參加一個之後嘅一個群組討論，係 based on 呢個 topic， 我5講都會做呢樣嘢，好嘛？因為點解我知道咧？有陣時一帶起咗一個話題咧，你哋會好多嘢會思考嘅。啊，呢個亦都係我想你哋做到嘅嘢。咁但係有陣時你一思考，我又冇辦法俾咁多時間嚟。咁之後去傾咧，你會即係令到大家成個講座前前後後，你會更加有更深入嘅理解，好嘛？同埋多啲交流，係正確。好似睇周星馳嗰啲戲，咁你會快樂啊？係。但係你唔會幸福㗎嘛。O K， 係周星，有冇人睇周星馳嘅戲睇到好快樂，好幸福㗎？感官同內心嘅分別。感官同內心嘅分別，唔係感官快樂唔係內心，可以去到內心嘅得唔得啊？感官嘅快樂可唔可以去到內心㗎？內心好快樂。幸福只有內心先會覺得。內心 OK， 好。快樂係可以個人嘅。快樂可以。大家都快樂咧就會幸福。同樂不如眾同樂，好，阿孟子嗰度。幸福同快樂係兩樣嘢嚟嘅。係兩樣嘢嚟嘅 OK。咁我諗咧，如果咧即係要講咧，都好多嘢講。譬如我哋依家登記一下喺 WhatsApp 同你討論咧，我都會。好 OK。出咗兩樣嘢嚟嘅。係出咗兩樣嘢嚟嘅，係。如果唔係冇理由整兩個概念啦，係咪先？好，但我點解會特別要提呢樣嘢咧？呢樣嘢其實好值得研
現代人去諗。以前嘅人唔需要諗呢個問題，現代人會諗，因為咧你知唔知啊？曾經有啲哲學家佢咁講，佢話現代人啊，其實遺忘咗咩叫幸福。佢哋其實好知道咩叫快樂，但係由於佢哋浸喺快樂太耐，佢哋唔識諗幸福。嗱，我好期待你哋提供意見啊！睇下你哋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好嘛？不過我會一路講落去，真係唔好意思。好，我哋睇下我哋點理解快樂好唔好？嗱，先睇香港先啦，好唔好？有啲快樂指數嘅。嗱，你留意喎，我哋嘅傳媒用緊嘅都係啲快樂指數。嗱，佢好少講幸福指數嘅喎。通常講快樂，你記唔記得？即係話一般人諗呢個問題咧，一諗係用快樂諗嘅，唔係用幸福呢個 concept 諗嘅。嗱，印證咗頭先嗰個哲學家嘅講法啦嚇。現代人唔係好識諗咩叫幸福嘅，但係你一講快樂，佢哋會知你大概講緊啲乜嘢嘅，係嘛？咁啊，香港啊居72啦，呢個係2013年嘅報告啊，得唔得？全球啊快樂指數係72啊，中國排84，咁呢個係2016啦，近啲嘅。哎呀，喂，中國提升咗喎，72喎，高過香港，香港120，哎呀，跌咗幾多你啦陰公？哇！呢幾年發生咩事啊？喂，3年啫喎，3年啫大佬，有錢啊，越有錢。好嗱，快樂與幸福啦，快樂與幸福，我要睇翻時間先。真係好似快樂不知時日，時間過嘅啫，有陣時係。好，快樂與幸福，好簡單比較下，呢度未必窮盡，之後 follow up 你哋再發表你嘅意見好唔好？快樂係個人為主嘅，感官性嘅嘢啊嘛，係咪啊？我唔使要同人一齊，我都可以攞啲嘢搞到自己好快樂㗎，啱唔啱啊 ？OK， 但係你發覺幸福一定係關係為主喎，有冇make sense 啊？make sense 咗，幸福一定係講緊人同人之間嘅一啲 quality， 唔係講緊淨係我 quality 啦，係咪？即係譬如我威好醒，喂，我都想有人 appreciate 欣賞到我威我醒嘅㗎，得唔得？冇人喂我威我醒，但係冇人欣賞到喎，淨係得我冇意思，呢個唔構成幸福感係咪？但係我都可以好快樂嘅，好 proud OK， 好，再睇喎，一個物質性，一個精神性嘅，係咪啊 ？make sense 咗？再睇啦，一個係感官性，一個意義性。呢個好似好似咯，呢兩批好似好似係嘛？講緊啲嘢，因為物質嘅通常同感官有關啦，係嘛？同感官嚟自感官嘢有關啦，精神又同意義嘅有關啦，係嘛？好，大概睇到個方向係嘛？啊，喺呢個方向裏面，如果冇錯嘅話咧，你再喺呢個方向裏面一路加咧，就好清晰啦。點樣擺位得唔得？好，咁我想問啦，咁喺現代社會裏面嘅個人咧，你開始明白點解咁難感受幸福？點解咁難感受幸福？因為佢哋個焦點係自己。係咯。個人利益嘛，講緊嘅利益係我嘅利益嘛，我嘅利益可以同你冇關啊。唔係啊，有關嘅就係點樣喺你口袋攞更多錢擺我口袋，係咪咁樣啊 ？OK， 但係幸福唔係講緊呢樣嘢，係咪？你見到啊？咁而且咧，你發覺咧，成個契機就係、是，喂，人同人構成某種內在關係嘅話，冇下邊嘅益嗱。咁嗱，其實呢度一組咧係互相解釋㗎嘛，呢啲現象，只係關係裏面先至感受到人同人精神嘅特質。你諗下，你哋唔出現啦，我一個人喺度講嘢啊！快樂，快唔快樂都冇啊！即係我就自神經病咯，精神病發作，嗰啲意義就唔知去咗邊咯，係嘛？係嘛 ？OK 啊，就係你睇到啊，即係一定你要發覺咧，人同人一定產生某種關係，而呢種關係如果產生咗精神或者意義嘅聯繫咧，先有幸福嘅內容一路扣落去嘅。如果呢樣嘢唔出現嘅話，你講唔到幸福。快樂就講嚟用乜嘢啊？你哋喺唔喺度我都揾到快樂啦，啱唔啱啊？哎呀，好啦，跳嚟呢個性格研究測試啦。我頭先講咗點解要用性格，因為咧跟住個部分咧係需要用到知情行呢啲術語。咁而呢啲知情行嘅術語咧就係需要套落一個性格裡面嘅運用先知嘅。咁當然我而家做嘅呢個測試係一個好簡單版。
咁啊，你哋可以用手機啊，自己mark 住你嘅答案，好唔好啊？咁就呢個完咗之後咧，我就會 break 㗎啦，好唔好？咁啊，請停先呢個位，好嘛？好嘛？好，可以記到啦。A 佔多嘅，嗱有幾種情況 A 佔多、B 佔多、C 佔多，或者你突然間發覺有2項或3項好接近嘅，得唔得？咁你係邊種？你先諗定下。好，邊個 A 佔多嘅舉舉手。好，呢啲朋友我哋叫行動型，行動型得唔得？記住咯，英文叫 A 仔，中文叫阿行，行動型啊嘛，阿行得唔得？3兄弟先，知情行3兄弟。好，邊個係 B 佔多嘅 A 先 ？B 哇 B OK，B 係嗱你望下有幾多隻手啊？上邊望下。好，呢個叫情感型嘅人，我哋叫阿晴，英文叫 E 仔。好，有幾多個係 C 佔多嘅？好多啊！其實呢度會有好多 C 仔啊，因為志道會嘛，真係㗎！你望下志道會嘛，喂，對佛學有興趣好多都係 C 仔啊。OK， 你哋係知識型嘅人，阿芝，係 C 仔，我叫 C 仔。有邊個好似差唔多㗎？舉舉手。OK， 凡真差唔多嗰啲，唔該都係 E 仔。因為唯有 E 仔先出現呢種現象嘅，好唔好 ？E 啊 E 即係情感型嘅人。OK， 咁我哋分咧知識型、情感型、行動型係最簡單嚇。我哋成個 model 唔係簡單到即係3種嘅，總共係18種嘅。一陣間先解釋下。好，頭先大家望一望邊種3兄弟邊個最多啊 ？C 最多咩？唔該唔該。再舉個手先，阿晴舉舉手。E 仔舉舉手 ，E 仔舉手 ，E 啊 ，B 啊 ，B 情感型，好，C 仔最多 ，C 仔，我真係好多喎，好，講得手，唔緊要啊，呢個係唔好以呢個作準，只係作為一個 reference， 好唔好啊 ？OK， 咁行動型嘅人係最少嘅，通常都係㗎啦，講真 talk 咧，行動型嘅人好少㗎，知唔知點解？知。掛住做嘢啊嘛，大佬聽啲 talk 又冇實效，又唔知你噏乜嗰啲嘢咧，話講埋啲嘢對我工作有咩效果先？得唔得？好嗱，介紹少少我哋嘅 concept 先好嘛？成個知情行咧嚟自呢一個 assumption 嘅呢個假設嚇，就係生命咧係由3種能量循環運用嘅，即係話你見到好多生命現象咧，其實係由呢3種能量啦。我哋叫知情行咧，英文就叫 action、condition 同埋 emotion。咁啊攞咗個 initial 啫，見唔見得 A 啊？嗰啲行動型嘅人咧，我哋就叫 action 咯。顏色我哋逼咗啦，紅色就係同行動型有關嘅。咁但係中文個次序調翻轉㗎，調轉咗㗎，記唔記得？好 ，C 嘅 condition 啦，E 係 emotion 啦，情感型嘅 E 仔咯，得唔得？得唔得 ？OK， 好。我哋先講行動型嘅特點好唔好？行動型嘅特點嗱好簡單啦，哇目標為本啦，實事求是啦，係咪啊？好主動積極啦，唔中意等㗎，嗰啲叫急驚風啊，係嘛？一做嘢一扯你就要做啦，係嘛？佢哋冇嘢做唔舒服㗎，喺做嘢嗰裏邊感覺活個人好充沛嘅。咁放假點啊？放假點㗎啲仔？安排得好密。咪繼續做嘢咯，睇下做邊啲啫嘛，屋企嘅 DIY 咪攞嚟做咯，逐個人去收你咯，跟住連老婆仔女啲頭髮都收你埋啦。好，我哋叫行動型嘅人叫行動叫 action oriented 行動導向，得唔得？好。知識型嘅人點啊？阿芝啊點㗎？阿芝尋根究底啦，尋根究底啦，好中意學嘢啦，好有批判性啦，成日諗嘢要尋求證據啦，邏輯推理啦，得唔得？我哋話佢理由導向，呢個魯迅嚟，即係佢阿芝咯，得唔得？好，係咪咁嘅話？嗱，我一路講唔該嗰啲阿恒阿芝啊，自己睇睇係咪自己係咁啊？隨時可能搞錯咗㗎嚇，即係俾人調換咗嗰個，即係一出世嗰時俾人調換咗嘅身，自己揾翻自己身份啊！唔好咁興奮，以為做咗嗰9題就已經揾到自己身份啦，玩住先嘅，得唔得？阿芝啊，講嘢有特點㗎。有咩特點？成日好似頂到行嗰隻咧，就你啊有道理啊，即係一輪嘴講到尾啊，得唔得？
咁阿恒同你講咁多道理㗎？做嘢傻嘅講咁多，做俾你睇啦，使唔使講啊？嗱，各有特質啊，所以我一路講唔該，你自己睇睇，一個係咪呢種狀態咧咁啊 ？OK， 好，阿晴啦，所以好有同理心啦，好感性啦，中意分享係一個特點嚟㗎。所以你通常喺任何處境咧，你見到最多嘢講係邊個啊？一定阿晴嚟㗎，你明唔明啊？阿芝就點咧？你打唔開佢嗰飯咧，佢唔講嘢嘅。一打開嗰飯咧，就有佢講冇你講㗎，得唔得？咁阿姨仔咧，即係阿晴咧，就係點咧？係唔係佢嗰飯佢都有嘢講㗎？好犀利。OK， 好。重視對人哋嘅感受啦，富想像力啦，所以好多阿晴咧係發展成為藝術家咯，得唔得 ？OK， 即係如果唔係阿晴而做搞藝術咧，就即係弱少少啦。我哋話佢係感覺導向咯。睇下啲名人好唔好啊？我哋睇下啲名人。好，呢一紮人裏面有兩個有兩個阿芝，兩個阿晴，兩個恒。梁朝偉係梁朝偉係 好嚟，阿恒邊個阿恒啊 F 啦，李光耀啦，唔使睇啦。仲有咧 ？D 啦，李小龍啦，好。邊個阿芝啊 C 啊 ？C 啦，蔡英文啦，蔡英文原本係教書出身㗎嘛，你知啊？ B 仲有咧 ？boy 啦，OK，查良鏞啦，得唔得？哇，佢小説真係好似學五句咁表演啊！好，剩翻喂唔使講啦 ，A 阿晴啦，得唔得？係。有冇人係佢哋嘅 fans 啊？ Yes。有啊。好，兩個阿芝，兩個晴，兩個恒，兩個芝，邊兩個芝？頭先出咗貓俾你啦，魯迅啦，其中一個咧，仲有一個咧？仲有邊個？毓民冇錯啦。毓民犀利啊！鬧起人嗰度引經據典都係嘅，呢啲犀利啊嘛。係啊，好難頂啊！你又唔可以講嘅，我都唔知幾失望，佢選唔到要做呢個立法局議員，真係啊！提升佢哋啲水平啊嘛，真係，即係鬧人都有水平啊嘛，措辭啊、用語啊、引經據典呢下嘢，你唔係個個得噶嘛，啱嘛？好，仲有兩個晴。G 啦，得閒修女啦，唔使講。係啦，想像力啊嘛，啱唔啱啊 ？OK，Harry Potter 嘅作者啦。好，阿恒係剩翻呢兩位咯，洪生唔使講啦。文翠珊都係啦，係嘛 ？OK， 好，所以咧都容易做啊。好，嗱咁啊，你哋睇到啦，你哋每個都係名人嘅代表嚟噶嘛？睇到啦嘛，揾到你哋嗰個身份啊嘛。有冇人覺得好似聽完之後，我好似要改變下自己嘅識嘅身份先？有冇人嘅？隨時啊，隨時我話俾你隨時啦，呢個太簡單啦，冇理由9條問題你就已經落得實嘅。咁當然啦，如果淨係知情行咧係 OK 嘅。OK， 咁但係咧，我哋唔係淨係知情行啊嘛。而家你見到咧係講緊3種能量啫。阿芝有冇啊？佢會發展成為咧6種性格原型啦。咁啊，將佢哋呢3個能量互相再配對咯，見唔見得？最後係18個性格類型。得唔得？咁啊，當然我哋唔會講啲咁鬼複雜嘅嘢啦嚇。會分裂。好，嗱頭先咧用咗頭先性格形態嘅語言咧，其實最主要咧係要帶入嚟呢度先，俾你認識下嗰啲概念先，最簡單嘅概念。因為咧我哋嗰套語言咧，除咗要嚟形容性格，因為佢係講緊能量，性格係咪一種能量嚟㗎？係。係喎嗬。不過而家我用3種特質去概括佢啫嘛。OK， 好。我想問下，環境會唔會都有能量嘅？氣氛係咪一種能量嚟㗎？係。個社會嘅發展嘅高潮低潮係咪都係一種能量嚟㗎？哇，好嘢喎，咁勁嘅！咁我於是就諗啦，咁同一套語言，既然係形容緊人嘅性格能量，我可唔可以要嚟形容環境嘅能量咧？係可以嘅。當呢一種能量嘅符號要嚟解釋環境能量嘅呢一部分，我哋叫形態學，形勢學 ，sorry。形勢學記唔記得？都係知情行。頭先大家經歷嘅係知情行性格形態學，而家講緊係知情行形勢學。而家我哋用呢套語言去分析我哋社會嘅能量結構，其實即係講緊佢嘅社會形態咯。得唔得？好，3個齒輪。頭先知情行 ACE 3個能量，最大嗰個輪啊，我哋個社會嘅結構最跑喺first part， 嗱我哋講 first priority、second priority 啊，第一優先、第二優先、第三優先。最優先嗰個能量係邊個能量？
邊個啊？你冇話不等係情啊？唔會啦。好，行動為主點解？商業城市啊嘛，效率、效益係好重要噶嘛，時間速度係好重要噶嘛，係咪啊？行係啊，係咯 A 能行先，最大嗰輪。好，第二個輪。你唔好話俾我聽又係情啦。OK， 其實咧，你估第二個輪係乜嘢咧？你估第三個輪係乜嘢？咁容易啲。我哋嘅社會最放低係邊種能啊？情咯。OK， 好，所以第二個輪咧係知能，第三個輪係情，得啦嘛？好，當我哋知道呢種現象嘅時候，其實佢解釋咗啲乜嘢咧？我哋環境能量個社會結構嗰種特質，佢咪重視呢樣嘢為主咯，啱唔啱啊？第二係呢樣咯，相對冇咁重視，話我已經講得好輕口啦，叫相對冇咁重視，我都未講到忽視呢個字眼，係咩啊？情咯，睇到嗰個特質咯。好啦，又睇下咯喎，用翻頭先嗰套術語。頭先我哋未分析咗快樂同幸福嘅。如果快樂係由個人為主，同埋佢基於係物質性、感官性，咁如果喺頭先 A、C 三種能量，其實呢一種狀況同邊種能量最似啊？最相應啊？E 係嘛？越墮落越快樂嗰種。同咩最似啊？ A， 因為 A、C 裏面嘅 A 咧，其實係同實質嘅嘢、物質嘅嘢有關。你諗下，你講效益、講效率，最後係追求乜嘢啊？實質回報啊嘛。你諗下，快樂係咪要建基於實質嘅嘢啊？感官性、物質性嘅嘢啊？所以 A、C 三個能量裏面，佢係屬於 A 能量，得唔得？好，同關係為主，帶精神性、帶意義性，通常同邊種能量有關？咁勁嘅你哋，情。好，從呢個劃分你睇到啲乜嘢啊？一大一細。一大乜話？真係，開成啦真係。一大一細啊！咪頭先講咗俾你聽個社會形態 A 最大 E 最細啊嘛，啱唔啱啊？OK， 你 A 放到咁大 ，E 放到咁細，自然啲人就會淨係知道咩叫快樂，就唔知咩叫幸福咯。嗱，我答緊我一開頭嗰個問題俾你聽嘅，你明唔明啊？點解現代人會唔理解？我嗰個問題叫咩？開頭嗰個 topic 叫咩？點解現代人係咩？我第一講係咪難以體驗幸福嘛？大佬其實唔好講體驗啦，連理解都理解唔到。點解？個社會能量個依能就擺到最尾啦嘛，係咪啊？搞下都唔記得埋添啦，唔好講乜。下一個 topic 咯喎，你哋仲有冇嘢問先？嗱，我解答咗第一個 question mark 㗎啦，好嘛？我意思就係用 AC 嘅能量呢個符號咧，去講形勢學咧，一擺出嚟你就知點解會有呢種現象。嗱，再講多少少啦，我哋話我哋而家個社會形態叫 AC 型嘅社會，得唔得 ？AC 型嘅社會，嗱講下個對比啦。AC 型嘅社會，咁傳統中國人嘅社會係屬於咩型嘅社會咧？咁你諗邊種能量行先係得㗎？邊種能量行啫？E 能係嘛？點係 E 能嘅？傳統中國人社會係一種咩社會嚟㗎？家族社會嘛，以關係為主啊嘛，佢建基於人嘅五倫啊嘛，係咪啊？人一出世就出世喺五倫啊嘛，即係話呢生人咧，你就要注定同人建立關係㗎咯，得唔得？喂，現代人係咪你一出世要注定你同人建立關係㗎？睇下咩關係先？喂，你啲關係咁多啫喎，再多啲冇。好，咦？得唔得？咁咩一個仲少？一個小朋友啊嘛。係，一個小朋友係啊。好嗱，以前嘅社會就係你一出世就出世喺人嘅關係裏面，係嘛？所以依能係最強嘅，最強調嘅，得唔得？呢個話題就會引申到我哋下一講。
點解傳統社會儒家為主咁重視德性？其實德性就係伊能嘅表現嚟㗎，明啊？哦，咁點解我要講完第一講第二講啊？大佬，我哋要補血啦！原來我哋流失咗伊能好耐啦，個社會係嘛？流失咗伊能，其實喺我哋社會會出現咩現象？出現咩現象先？嗱，你哋講自私，個人主義。話你咁衰㗎，一開口就講自私，你唔自私咩？啊，真係個人化，個人化 ，OK， 個人理化咗。好，個人理化咗會引申乜嘢㗎？享樂主義啦，一個係享樂主義啦。人嘅疏離，人際疏離啦 ，OK，typical 嘅。喺現代社會裏面，你 typical 你好典型見到呢個現象。以前冇疏離㗎，疏離呢個字係以前中國人唔 make sense 嘅詞語嚟嘅，得唔得？唔知你啱乜講疏離？好，仲有咧？自我中心啦 ，OK， 個人嘅自我中心咯，係嘛？好，仲有？以前中國人社會有冇自我中心㗎？少好多啦，一早就俾阿爸發低你啦，你個人中心你出嚟。哇！你都喺飯桌你都唔好諗住食飯，就俾阿爸敲你，敲你嗰啲嘅啫，係咪？有自我中心做皇帝嗰啲。係啦，一人自我中心，就其他人就其實都唔係嘅，因為皇帝都生活喺個教育。哇！你都知，當個皇帝翻到後宮幾陰功，好慘。離開咗皇帝寶座之後，嗰啲生活都幾陰功啊，所以皇帝唔好做以前皇帝。其實你諗下，如果現代人咧少咗呢一橛咧，跟住嘅嘢嗱，人際疏離啦，因為冇咗關係啦嘛，人與人關係少咗。仲有一樣咩咧？精神寄託。呢啲嘢冇咗，呢啲嘢冇咗會引申咗咩現象？價值失落。現代社會好 typical 兩種現象，一個叫人際疏離，一個叫做價值失落，係咪？一定係咯。同咩有關？伊能流失咗有關。睇到啦，嗱 A， 如果用知情行咧，好清楚話俾你聽點解會係咁，因為 A C 型社會就咁。好，咁傳統社會係一種咩社會啊？伊能行先。咁乜嘢排到最尾啊？佢係真係衰喎，真係排到最尾喎。因為你發覺咧，以前嘅中國人社會咧係唔鼓勵啲人賺錢噶嘛，係嘛？士農工商商人係擺到最尾噶嘛，係嘛？咁當然喺嗰個社會亦都有嗰種社會嘅問題。嗱，我哋又唔好高度美化咗以前傳統嘅社會，好唔好啊？佢哋有佢哋嘅社會，佢有佢哋嘅問題。不過唔好理，因為我哋而家生活喺我哋社會，我哋搞清楚我哋問題先啦，唔好理佢以前點唔好法啦，啱嘛？我哋今天嘅問題就係、我哋嘅伊能流失咗。OK， 好簡單，睇到呢個現象係咪？好嗱，咁我頭先就講咗回答咗第一個問號咯。點解現代人咁難體現幸福？大家好清楚啦，係嘛？講真，只要我哋一天仲仍然遺留成為環境的動物，咁你個命運就注定係咁樣嘅。但係你話唔係，我哋仲係意義的存在，咁我哋就有偈傾啦。第二講、第三講、第四講，得唔得 ？OK， 好，第二個問題，咁點解我哋遺忘咗成長？嗱，呢樣嘢又係唔係好 make sense？嗱，咩先？我想問一樣嘢。其實你哋咧見到我題目咧，突然間有第二個問題，仲要即係提到成長呢樣嘢咧，呢個章你會聽落去會唔會有種好似溫唔舒服嘅感覺嘅啫？好似咩啊？我點講形容嗰種感覺咧？哎呀，講成長好似即係聽落去唔好聽啊？定係點啊？唔舒服㗎嚇？即係好細啦。係啊，即係啲人有陣時係咁 interpret 㗎嘛。我拎呢個問題咁係咪反射我好似未成長？我要聽你講就以至我要成長咧，係嘛？所以我當時諗，我不如唔好用成長，我哋叫升咧，好唔好啊？係咪容易接受啲啊？即係聽啲上嚟。係咪會好少少啊？為什麼現代人遺忘了升咧？好啦，咁我哋唔好用呢個咁鄙俗啦，我哋要提升啦，好唔好？個人提升啦。點解現代人遺忘咗個人提升呢樣嘢？提升會好啲係嘛？中正少少。係咪？如果你講成長，好似我走嚟聽你講做，好似未成長我要聽。但係成長會係感性啲，你成長感性好多時又走翻向嗰 A 嗰個機嘛。係啊，所以我講做咧，成日有一種掙扎嘅。我成日話俾你聽，我又好想咧，即係因為我自己讀哲學啦，
哲學通常係啲鬼死咁抽象嘅嘢啦。但係喺嗰個抽象嘅世界咧，我成日覺得好多有血有肉嘅嘢。咁嗰啲有血有肉嘅嘢咧，要令一般人嘅耳仔聽得明咧，亦都唔容易。咁於是咧，好想做一啲比較淺白化嘅演繹。淺白化演繹咪盡量要接近一般人嘅用語口語咯，你明啊？咁但係咧，如果太接近呢個位咧，我又驚即係失去咗呢個哲學嘅專業。大家唔會有呢個感覺係嘛？你想我接近多啲大家一般人嘅口吻多啲啊，定係維持翻呢個哲學的專業？中間路線啦，唔好啦。因為我自己而家聽翻我啲教授講嗰啲哲學，我都頂唔順。如果我要仲係嗰種狀態去講，即係呢啲 talk 咧，你哋就有今次冇下次㗎啦。冇啊，係咪？我都好想即係大家唔好咁疏離㗎嘛。OK， 5次都見到大家嘛，係嘛？咁我哋中間路線好唔好？為什麼現代人遺忘了個人提升？咁樣好啲講。其實冇乜所謂啦，成長啦，我哋唔好諗嗰啲嘢。你啲成長係可以一路即係唔係係啦，一路進步係啦，真係好我意思。即係成長，你而家已經成長咗，但係你可以再成長高一級噶嘛，係嘛？即係成長唔係一到就完嘅嘢嚟噶嘛，係嘛？一路升呢嘅過程嚟噶嘛，得唔得？好嘛？咁樣我哋容易理解啲。小朋友唔想成長喎。係啊。好陰功，咩出發？停留喺小朋友。very good， 嗱，佢個講法就證明呢個問題係有意思嘅，係有意思㗎。其實講緊而家嘅現象嚟㗎嘛，即係唔好講我想唔想啦。我直頭冇呢個 sense 啊！即係呢個問題係想講，我哋現代人冇咗呢個 sense 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嗱，譬如你做父母，你想同佢講，你點講成長呢樣嘢？個社會冇提供呢個 sense 俾你。佢唔想大喎。唔係先，嗱佢想長大之前，你識唔識講俾人聽先？嗱，你知道而家湊細路仔咧，你一套大道理壓落去都係唔掂㗎啦。即係你又要做緊同我做緊嘅嘢，你要講到佢語言，跟住翻轉頭兜佢啦，係咪？即係有陣時個問題就話，當我哋去理解成長，我哋知唔知成長係一門咩事先？有冇嗰個 sense 先？隨時我哋可能講緊係人講緊嘅唔同嘢喎，得唔得？咁我哋試下揾唔揾到一個比較共通嘅一啲諗法先，啊，將唔同嘅諗法擺翻埋位先，所以我哋知道呢個係一個咩事，我知道嚟呢樣嘢係一門咩事之後，我哋就知道點用佢啦嘛。概念其實好好用嘅。我覺得成長同年齡冇乜關係，有啲人70、80歲都未成長啊，即係應該講成熟，即係有啲人70、80歲都好有料。即係佢思想成熟。係啊。嗱，如果我哋即係個案與個案之間去咁樣講咧，有陣時好難講到一個通貫嘅道理嘅，因為太多 varieties， 太多面。咁我哋試下睇下喺個案之中揾唔揾到一種比較通貫嘅思維方式。OK， 作為一把尺，咁我哋就會睇到，好嗎？嚟啦喎，好簡單，我哋用翻 Maslow 嘅理論啦，人哋講咗好耐㗎啦，得唔得？Hierarchy of Needs 嘛，大家即係喺公館裏面嗰啲 training 成日都用佢個呢個 model 㗎啦，係咪啊？即係需要層級。你見我成日講㗎，我一講 growth 我一定攞呢個講。啊馬斯洛嘅需求層級啊，咁啊鬍鬚佬嚟㗎啦，俾埋個樣你睇下。嗱呢度總共有5級嘅，大家睇唔睇到啊？下邊嗰啲可能睇唔到啊。下邊嗰個叫 physiology 假教育嗰啲一定知啊。呢個就係 physiology， 即係身體基本需要啦，例如咧咩啊呼吸啊、食物啊、水啊、sex 啊、睡眠啊、排便啊。briefing 佢都當 physiology 喎。有冇人試過俾你太太威脅到連呢一層都出問題啊？有你唞唔到啊！你連我 briefing 都威脅埋，你真係想我死？有呢層。OK， 好嗱，呢個基礎層級嚟嘅，係咪好基礎啊？跟住再上一級咧就係 safety 安全感、安全性係嘛？咁啊講到有啲咩啊身體嘅安全啦，有同 employment 都有關喎，受僱啦，講緊健康啊，同埋有個好嘅居住產業啊，哇！
居住產業都好重要嚇。好，咁啊由呢兩級就構成咗一個佢叫做咩咧？叫基本需求。基本需求重唔重要啊？你冇咗佢唔掂啊，大佬！你生活裏面，我哋大部分做嘅時間都係經營緊我哋基本需求啊。但係你又留意咧，嗱，即係基本需求就唔需要多講嘅，一講出嚟大家覺得物價重要啦。有冇人覺得唔重要？舉手先。如果有人舉手，我就請你出去。你已經唔屬於呢個環境啲動物的一群啦，話俾你聽。環境啲動物的一群就係、喂，就係、做緊呢啲嘢啦，就係揾緊呢種需要嘛，啱嘛？但係你留意 Maslow 講，同時用需要呢個字，佢同時用需要呢個字。原來人緊係有基本需要，仲需要一種咩需求啊？佢嘅成長需求叫 growth needs。其實呢個 model 有一個好重要嘅意思就係話，喂，你哋唔好諗住成長係可有可無啊！成長都係一個 need 嚟嘅，係咪啊？你唔好以為 basic 嗰啲先係咁 need 啊，住得好、着得好、食得好先係一個 need 啊！成長都係一個需求嚟㗎，得唔得？好，喺成長需求包括啲咩啊？好，一上嘅第一級成長需求第一級係咩啊？愛啊 ，love and belonging 啊，講緊 friendship 啊、family 啊、sexual intimacy 啊咁樣，全部係人同人嘅關係。好，喺 ACE 即係講緊啲咁係咪？伊能咯 ，OK。好，再上 esteem 自尊啊，自尊包括咩啊？self-esteem 啦，自信啦，對人嘅尊重啦，受到人嘅尊重啦，個人嘅成就啦 ，OK， 呢啲都係基於自尊。好，再上，最後最頂個級叫做自我實現。哇，自我實現高啦，包括咩啊？講緊道德感啦、創意啦、自發性啦、解難嘅能力啦，唔帶偏見啦，哇幾難喎！人唔帶偏見都幾難㗎，係啊。acceptance of facts 對事實嘅接納啊。簡單啲即係對人同事嘅接納啦。你知啦，人好容易就係中意佢中意嘅嘢，唔中意佢唔中意嘅嘢啊嘛。你可唔可以都接納？唔好講你唔好講你要學識中意你唔中意嘅嘢啊！接納你唔中意嘅嘢都難係嘛？好。喺佢呢個 model 裏面，嗱有幾個重點，一個就係話俾你聽，成長都係一個 need。我哋唔好遺忘成長。現代人就遺忘咗呢樣嘢咯。現代人遺忘咗呢樣嘢，咁結果就點啊？結果就點啊？大部成長唔到咯。唔好跳嚟呢個位先。當我哋遺忘咗成長呢個特質嘅時候，於是我哋大部分嘅時間同心力去咗邊個位？基本需求。成日喺度碌嚟碌去咯，但係喺個基本需求裏面又令到我哋搞出好多人際疏離啊，意識到我。好啦，成長需求咧，你發覺一開手就一定係同人嘅關係。記唔記得我哋講嗰個囚徒困境啊？咪有兩邊玩法嘅，另一邊玩法一定係建基於溝通嘅。人同人溝通係人同關係嘅起步點，啱嘛？利益需唔需要講溝通嘅？你將嗰啲嗰啲咩啊？嗰叫 bit and 咩啊？都要講數啊嘛。講數啊！嗰啲記住啦，嗱嗰個唔係叫溝通，嗰個叫講數，你搞清楚啲概念先。將講數都變成溝通，你就濫用咗溝通呢個字啦。偷換概念呢啲叫做，好冇？好，咁你諗，其實咧你發覺咧喺囚徒困境咧，其實有兩邊玩法。嗰邊嘅玩法第一樣嘢就係你一定有溝通。OK。咁溝通咧，先至建立咗所謂人同人嘅關係。OK， 而且嗱，第二個好重要關鍵點就係 Maslow 呢個 model 咧，就係每一個層級越向上，佢要建基於下邊嘅層級已經被成就，得唔得？咁佢即係話俾你聽咩咧？人有咗基本滿足咗基本需求咧，先至可以走向成長需求㗎。人滿足唔到基本需求咧，走唔向。即係你就冇乜條件走向成長需求，因為點解？仲係仍然喺呢個位，啱唔啱？睇到啦睇到你意思啊。好，第二喺成長需求第一級，成長需求第一級就係人際關係。冇人際關係走唔走到 esteem？ 冇人同人嘅溝通，出唔出到個人價值、尊重自己嘅價值、人哋嘅價值同埋尊重人哋嘅價值咧？
唔得㗎。你知唔知每一個人嘅價值觀啊點樣形成啊？冇阿爸阿媽咁樣話俾你聽。有啲唔係啊，我經歷咗耐啊，又真。嗱，可能大家遺留咗一個好重要部分。其實好多時你嘅價值觀最後形成一個好重要嘅關鍵，係經過同人溝通，去摸到你最終嘅價值觀所在。冇溝通呢個過程，你成日都揾嚟揾去揾唔定嘅，即係唔係即係 focus 唔到啊？係咪啊？通常係咁啊。所以人嘅關係咧，呢個講緊關係 love and 咩 sense of belonging 咧，冇溝通冇關係，係咪？淨係講數就一定冇關係，得唔得？好，所以咧好得意喺溝通裏面咧，人先至會認識到自己喎。哇，聽唔聽明呢句説話？嗱，喺現代社會咧就唔需要嘅，我又唔需要認識自己，又唔需要認識你，我只需要認識喺你手上有幾多利益係我需要，你手上有咩好處我需要嘅，我手上有咩好處可以換取你嘅好處嘅，係嘛？我唔需要認識你，你又唔需要認識我。但係人走向成長嘅時候，溝通人同人嘅關係，除咗建立自己價值觀，同時係自我認識嘅過程。有咗自我認識先走到最尾嗰個位嘅 self-actualization， 係咪啊 ？OK， 好嗱，咁又解釋咗點解我哋遺忘咗成長啦。現代人點解？我哋一開始咧個眼睛淨係睇到呢個階層啫嘛，基本需求呢個位啫嘛。個社會冇教識你，喂，原來我哋仲有 growth need 㗎。如果呢樣嘢個社會覺得重要，佢會俾多啲資源，或者鼓勵多啲人從事呢一類活動啦。我哋社會有冇做啲咁嘅嘢？例如咧？好少，你鼓勵你做義工啦。係，咁你有冇做？你去教會啦。係。鼓勵你，即係總之，亦都有好多呢類咁嘅嘢嘅，即都有嘅，係可以將完全冇佢拆嘅。晒。唔係，係啦，即係我又講得過咗少少嘅，因為阿冼 Sir 咧就係教育界裏面即係從事咗好耐嘅。如果我咁講咧，就一筆抹殺咗佢哋。嗱，當然啦，我即係唔可能話冇。其實呢個社會亦都好多喺唔同嘅位置咧，都有好多有心人做緊呢啲，知道呢個問題個病咗喺邊度，即係唔做唔得啊咁啊喺唔同嘅位，因為搞教育嘅人一定係睇到呢啲嘢嘅。咁問題就係、我成日話咧，呢個社會咧，佢永遠唔會太多去鼓勵有心人，不過佢會成日鼓勵經濟建設，即係嗰個平衡咧，永遠攞唔到。其實喺西歐社會好多嘅。先唔好講社會主義啦，即係都係以資本主義作為一個 basic 嘅即係社會嘅基本建構方式嚇。但喺歐洲嘅社會，始終人哋嘅文化咧，即係佢哋會唔係淨係重視效益咁簡單，佢哋睇到效益之上仲有好多嘢。我哋唔可以因為效益而犧牲咗其他嘢。你諗下一樣嘢，譬如以我哋香港嚟，見唔見到喺 safety 裏面包括咗乜嘢啊？居住啊 ，property 係咪啊？當我哋嘅社會即係而家嘅產業已經單元化啦，變成金融、地產、服務業三樣，係咪？而即係人居住都變成一種普遍嘅即係稀有嘅資源嘅話，你諗下，尤其我係新一代啦，你諗下新一代先慘陰功，係嘛？即係如果我哋一路望落去，我哋有一批都係屬於獅子山下嗰代，係咪？嗰代冇乜問題啊，嗰代機會實在太多啦，係咪？但係咧，即係如果你睇下新嗰輩，佢哋一起步進入個社會嘅時候，佢哋都成日都要喺第二級，仲喺 basic need 裏面去掙扎。咁佢哋人生下半生，佢哋有乜咁多條件俾佢哋進入 growth need 咧？難嘅，越嚟越即係佢哋嘅。呢種狀態越嚟越少，咁你諗下，成個 model 一反映嘅時候，我哋現代社會其實真係唔平衡得好交關。如果以一個人作為意義的存在啦，上方未講緊意義的存在啦，記唔記得？即係我哋作為環境嘅動物 fulfill 咗，其實係幫助我哋開始走下一條路嘅咯噃，要成就人作為一種意義的存在嘅咯噃。但社會冇鼓勵你做一樣咁嘅嘢，嗱都唔緊要啦。現代社會成日都係咁噶嘛，多元價值啊嘛，價值係你自己揀噶嘛。政府唔會話俾你聽邊種生活方式更加可取，唔會噶嘛。咁你唔鼓勵我，起碼
我哋社會都要做一啲嘢，扭轉一種局面，令到唔好令到有心追求意義嘅人越嚟越困難啫。聽唔聽得明我呢句説話？聽得明啊？嗬！睇到我哋現代社會嘅處境嗰種不堪喎，係嘛？即係你一擺出嚟呢類 model 咧，你就知，喂，真係唔做嘢唔掂喎！我哋政府係越嚟越傾斜喎，我哋社會係越嚟越唔健康喎。哎呀，講晒啦，我好似未上完咁樣喎。OK， 好，點解遺忘咁啊？好清楚點解會遺忘咗啦，係嘛？都解答埋呢個問題啦，係嘛？咁啊，我剩翻仲有啲時間嘅，我哋有啲 Q&A 好唔好啊？希望引發到大家一啲思考啦，好唔好？我想問下，即係話咧，呢個生果咧，你所講嘅佢將佢絕對化咗佢。即係話咧，每一個階段咧，其實都即係可能都同時存在嘅。我明白。即係我哋嗰個上一代，我哋甚至我哋嘅下一代，係咪咁絕對化嘅咧？即係啲即係需求。係啊，其實關於阿 Maslow 呢個 model 咧嘅人嘅質疑咧，有陣時講咯，係咪一定要完全滿足咗基本要求先會走向成長需求啊？以前中國人都唔係咁諗。係嘛？即係點講啊？叫做咩啊？嗱，阿 Maslow 個 model 咧，就好似合中國人有一句説話，叫做衣食足然後知榮辱，係咪啊？咁但係孟子教你就係衣食足，唔係成德實踐道德嘅必要條件嚟㗎嘛。所以嗱，佢將 morality 擺到最後㗎嘛，係嘛？咁所以咧，如果你用過呢個 model 咧，會好多位可以值得爭議嘅。同埋係咪真係最上嗰層一定要有咗下邊嗰層作為基礎咁樣一步上咧咁樣？咁嗱，當然好多細位你可以同佢針鋒相對，但係我而家提佢咧，只係作為一個大框架啫，同埋演繹我頭先想講嗰樣嘢嚇。但係細緻位咧，其實仲有好多嘢係受質疑嘅嚇。咁我用到佢可以用嗰個地方嘅。咁啊嗱，如果用翻 AC 去解釋啦，其實一個人嘅成長咧，同 A 能、C 能定係 E 能有關。最集中表現係咩？A 能就係佢個能力啊，係嘛？即係行動啦，行動。OK。C 能就係思考啦。E 能就係情感啦。邊種能量係最能夠反映一個人嘅成長特質嘅？點解有 B 出嚟嘅喂？邊種能量？邊種能量 ？A 啊，行動力。係咪行動力做出嚟 ？OK。我做出嚟先睇到，你得個感受會睇唔到嘅。OK，仲有咧？仲有咧嚇？E 係情感係咪？仲有咧？點解唔係 C 能啫？係嘛？以前唔識思考，而家開始諗嘢都有有邏輯啊，有條理啊，係啦。思能會唔會同知識上都有關咧？係啊。係咪三樣都應該要有？哇！你真係將我啲豐體煮餸嗰碟餸嚟掹埋出嚟，真係唔係好啱啊！你等我賣下關子先啦，下次我哋比較眼食先。我逐步講下。其實喺我哋社會裏面咧，我哋好鼓勵 A 能嘅發展，因為喺職場裏面正要用嘅就係你嘅 A 能，得唔得？但係 A 能發展出嚟咧，好容易變成純粹一種技能。技能可唔可以有成長？係可以嘅。以前我 incapable， 而家我發展到我 capable， 跟住唔單止 capable， 我仲好 confident。由唔識做唔到，到做到，到我好勝任，呢個係咪一個發展嘅過程啊？但係你會唔會話呢個員工成長錯？你好少用成長呢個字去形容佢呢種狀態㗎。你只係話佢嘅工作能力提升咗。咁我哋講成長好似同工作能力唔係咁貼近。OK， 好。同 C 能似唔似咧？C
思考能力，似少少㗎係嘛？一個人成長其中一樣嘢要表現喺佢思考能力係咪提升啊？係嘛？其實嗱，我而家分開佢剁碎佢先，剁碎佢，然之後合翻埋。OK。但係如果同思能呢有個特質就係、思能好容易咧，就係佢會累積知識、累積理論。但係一個人累積知識、累積理論，可唔可以話佢成長緊？知識嗱，我哋唔好搞知同行嗰樣嘢先，一陣間會翻嚟會再重新 address 晒呢個問題嘅。我淨係喺我呢個問題裏面去試下摸嗰種感覺，究竟成長意味住乜嘢？咁你話咦唔係喎，成長係真係需要有啲知識嘅累積㗎喎，係嘛？但係呢個累積到某個位夠未啊？使唔使無限累積落去？都要成長係不斷嘅話，咁大家好辛苦啊！原來佢成長要咁啊，成長中間學習好。咁我哋講埋伊能好。伊能你知唔知最原始嘅狀態係咩咧？最原始嘅狀態嗱，我哋通常咧喺我哋嘅術語裏面咧有負伊嘅，負即係 negative 啦，即係下旋啦，正伊即係上旋啦嚇。伊能通常開始嘅時候係一種咩狀況？大家有冇察覺你自己細個嗰陣時，細路仔嗰個情感係一種咩狀況嚟嘅？天真啦、幼稚啦、爛漫啦，係咪？好直接啦。直接啦嚇。廢青。廢青係發展出嚟㗎，嗰個發展出嚟㗎，嗰個發展出嚟，唔關佢事啊。伊能最原始嘅狀態其實係一種蒙昧嘅狀態嚟嘅，你發覺？嗱，你可以話佢天真，可以話佢自欺，但係對佢嚟講係一種蒙昧。佢自己都唔係好知自己點，總之係處於某種嘅狀態咁樣㗎，係嘛？通常咁啊。但係咧呢種蒙昧嘅狀態咧，慢慢佢啟蒙，開始佢情感又唔識表達，都唔知自己想點。總之係開心唔開心，你問佢點解唔開心唔開心，佢自己唔識講，係咪咁㗎？通常啲細路仔係咁㗎，所以係一種蒙昧嘅狀態。好，到佢識講、識表達，知道自己喊乜、中意乜、唔中意乜，得唔得？好，咁我哋叫呢種狀態叫情緒，呢種情緒嘅狀況。咁但係情感咧，仲可以一步一步升咧，由情緒變成一種情感。嘅意思就係咩咧？係情緒人有喜怒，我哋好多情緒，但係你發覺啲情緒早期咧係唔受你控制，話爆出嚟就爆嘅。啲細路仔係咁啊嘛，係嘛？係咯。咁到你慢慢你學識一樣嘢就係、咦，原來情緒唔係話爆，同埋你越亂咁爆嘅時候，最後又傷自己。你識得去 moderate， 即係你調節你嘅情緒，變成一種比較 steady 嘅狀態，係嘛？比較平穩嘅狀態，比較即係你唔會俾自己成日起起落落㗎嘛，啱嘛？好，咁你發覺由蒙昧到佢開始知自己想點，不過就亂爆。到亂爆開始，你要自己去調整自己嘅情緒，變成比較穩定嘅情感啦。我哋叫由情緒變情感。咁情感比情緒係咪個智慧高咗㗎啦？係啊，明啊？好，情感再升咧係點嘅咧？仲有冇得升啊？有。係點升法？哇，咁犀利嘅，答得好肯定。我好中意呢種答案係好肯定係99嘅。好，請講。喺靈性上嘅提升。係 OK，喺靈性上嘅提升，靈性上嘅提升。好，下一堂一定要揾你講一部分先。其實我可以透露下一堂嘅內容啦。靈性嘅提升有冇邊界啊？冇邊界。我話知你知識可以有無窮累積，你嗰個界限永遠唔及靈性嗰個界限，得唔得？所以喺三種能量裏面咧，伊能係同一個人成長裏邊咧，最能夠表達一個人成長狀態嘅嗰個 dimension。我唔可以話 A 能同 C 能唔代表成長，嗱我從來唔係咁講。但係最直接表現一個人成長嘅狀態，其實係佢嘅情感狀態，得唔得？一個人成唔成熟，你首先唔係睇佢有冇能力，佢有能力可以唔成熟，冇能力都可以好成熟，係嘛？其實睇緊咩啊？佢嘅情感狀況，啱唔啱啊？所以喺三種能量裏面咧，伊能起步最慢，通常，而且要搞好耐。
A 能 C 能咧，你肯花心機去 focus 啲去訓練自己咧，係訓練到嘅，容易起步，容易發展嘅。咁當然每個人都會去到頂㗎啦，即係以你嘅天賦。但係 E 能好有趣嘅一樣嘢就係、E 能每個人咧，如果你有心去訓練咧，呢個係一個無止境嘅一個。喂，成勝成賢其實都係 E 能一路提升到好高嘅狀態，得唔得？所以 E 能係好反映一個人成長嘅狀況，聽得明啊？但係好可惜，我哋嘅社會就係讓大家盡情忘記 E 能。你諗係咪 A 型社會嘛？你最好唔好諗咁多 E 能啦，或者你最好唔好搞個 E 能啦。除咗 E 能，中意消費啦，係嘛？中意買嘢啦。嗱，你發覺我哋社會其實係唔平衡咯，係嘛？咁啊，但係亦都好多得，譬如志道會啊，或者好多有心嘅組織啊，一路做咁多嘢就係、佢哋唔做，我哋嘅社會就更快地去遺忘所謂咩叫成長，咩叫幸福，得唔得？所以我成日話喺修佛其實係一種幸福嚟嘅，你唔好以為啊有咁多人同你傾下佛學喎，係嘛？已經有嗰種溝通嘅關係啦，啱唔啱先？係嘛？喺溝通裏面又增長嘅知識，知識跟住會提高你嘅情操咪 E 能咯，係咪啊 ？C 能 E 能都提供啦，最後點啊？實踐 A 能，嗱 A 能喺呢個情況就產生作用啦。一個完整嘅升咧，其實就係三能都要產生作用。因為如果冇咗 A 能作為實踐嘅話咧，你最後得個諗得個想，係咪啊？所以即係最後都係要多謝志道會啦，俾我今日嘅機會同大家分享咁多。好嗱最後咁樣嘅，我有啲後續嘅服務我會開一個群組去基於呢個題目去引申任何討論，你想同我交流，你可以同我交流嘅。咁你抄低我嘅 WhatsApp number 98286932，OK， 係啦，98286932。咁你俾低你個名俾我啦，咁我睇下點稱呼你啦。咁請你話俾我聽，你話想入呢個討論群組啦，咁我哋就希望有啲討論啦，好嗎？好，咁就我交翻時間俾阿馮生。我哋好多謝黃堅強博士，原來佢真係好堅強啊！講完就正話，我發覺你哋個個都把握當下，真係好留心咁聽。咁咧就記住，再下個禮拜三，一共仲有4講，千祈唔好錯過。咁我想再提一提咧，3月22號咧，李卓芬教授有一個係一帶一路嘅回顧與展望，係3月22號係星期三嚟嘅。咁我發覺今晚嘅講座咧係同普通嘅講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就有個 workshop 啦，短嘅實踐啦，同埋最有興趣嘅就係佢引我哋去睇翻自己，同埋睇到整個社會，就好多謝黃堅強博士，多謝晒。